北平共匪喺中華民國56年搞場文化大革命，家記仆街冚家產就係抵撚死㗎啦，最撚衰就係工聯會班惡賊，響香港通街放菠蘿，呢鑊結嘢俾紅魔鬼搞掂之後，香港人憎死共產黨，連大字那傳統文化都唔撚鍾意，興起新潮咁話，乜撚嘢都要西化。呢間香港之影新潮夜總會 The Shadows Discotheque 向對面海尖沙咀堪富利士道門牌6號3樓，老細係史新如，業務經理係張太郎。呢間間嘢聲稱話好撚多明星嚟幫襯，好似蕭芳芳、胡楓、導演龍剛、香港玉女李坤儀咁。你哋睇段片鄭少秋、羅浩佳啦，後婆余美話跳得幾個仔。呢樹有法國、德國餐、腳牛柳、漢堡牛扒、油菜，飲紀念雞湯、德國金牌啤酒，一邊聽劍聲，我哋東洋府喪禮嘅唱片，大跳新潮靈魂舞。呢樹晏晝3點至晚頭黑6點半係茶舞，香港二馬路門牌7號。成租涉劇利處，果班讀史片就安日逃學，過海溝女打交海片㗎啦。呢間嘢收半夜4點鐘，